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师父有看到一本书啊，他是4岁的老翁啊，实际上他已经快要接近80多了，但是他总认为他只有4岁。他是怎么认为的？我们要清楚他内心的想法。有一个年轻人呢，遇到一位老先生，年轻人就随口问了老先生：“你今年多大高寿啊？”这样问，老先生回答说：“我今年4岁，1、2、3、4的4哦，4岁。”年轻人听了很讶异啊，眼前这个脸皮都皱皱的，头发也白白的，老态龙钟的老先生。少说也有70多、80几吧，怎么看都不像是4岁呢？老先生呢，接着就说：“年轻人啊，我今年确实只有4岁，因为过去的我只想到自己的利益，从不知道要发善心去做功德，只享受自己的快乐，没有想到应该要帮助苦难的人。一直到4年前，我信仰了佛教，我才打开心眼呢，明白了在有限的生命当中，要做无尽的奉献。在短短的一生当中，要为亲友留下慈悲，要为人间留下喜舍，为生命留下信仰，为自己留下好的因缘。”老人家又接着说下去了：“4年前呢，我才从睡梦中醒过来，看清楚了许多世间的真相，才真正的重新做人，明白生命的价值。年轻人，我以前呢浪费虚度了岁月了，只有这4年来，我才真正打开灵魂的门窗，迎接这个慈悲的阳光，喜舍的雨露啊！所以我真正的活在世间只有4岁。”我们由这个公案简短的内容，我们深深的体会，人的生命不在于长跟短呢，在于能把握有限的时光里面做有意义的事情。儒家的颜回啊，是孔子的学生，虽然只活了30多岁，至今他那一种高超的品性、安贫乐道啊，仍然为人们所歌咏赞颂。佛教的深造大师啊，在人间也只有短短的30多年，身后他留下了一部造论，给现在的学术花园生出重重美丽硕大的花叶。也就是因为这本书的关系，4岁的老翁花费将近一生的时光，最后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啊。而我们要求生命要很久长，你可细细去思量，一生到底要的是什么？在马明菩萨大庄严经论里面有提到，人生极难得，要得到人的身体是很困难的，很难得的。信心越难生，我们要信佛或者念佛，信心要产生出来是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的。财宝难可足啊！你要得到财宝，想要满足你自己，一般凡夫众生呢，多要更多，所以你要能够满足他的欲望是很困难的。福田护难易啊！福田是很困难碰到。什么叫做福田？要做善事啊！你要去行善，在你的身边，可能或许有需要你去帮忙，去援助他，去关怀他，护他一把。这种情况下，各位，我们要修福田，本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既然因缘到了，你就应该好好去珍惜。所以你看，过去的人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我们早上听到，哎呀，做人的道理原来是这样。就算是晚上我离开了，就往生了，我也可以了，感到很满足了。所以4岁的老翁并不可悲，可悲的是我们在梦中说梦啊，假戏真做啊，枉然一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把外在的一切都当作真的。
拼命的去贪求，拼命想去占有它，但最后一切都是无常，瞬间就转变了，不可能如你所想的尽善尽美。所以你如果知道外界都是虚幻不实的，只有我们内心的灵魂这个神识才是永久固定的存在。我们要好好的念佛，因为念佛以后来解脱生死，跳脱六道轮回，不要再受生受死的这种折磨。我们能够跟随佛陀的脚步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能够听经闻法，最后逍遥自在，在西方成就佛道，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。这个世间的一切，不要去贪念，不要去追求，我们要明白，那都是假象。如果是真的，他能够听你去使唤，但是实际上世间是不可能的，而且也是无法去完成的。所以我们了解，原来这一切的一切，还是我们要在一口气在的时候，除了多行善，更重要是要多念佛。如果你能保持这样，你的慧命就永远长长久久，不生不灭，能够花开见佛，能够跟在佛的身边，成就你非常圆满的功德。我们今天呢，利用这个老先生呢，了解到原来我应该要多行善，发挥我生命的价值，因为有你带给众生的幸福，因为有你能够一起分担众生的痛苦，让大家渡过难关，你的生命很有意义的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